大家平安。哇，这个有没有发现今天场地不太一样哦？又回到大家熟悉的教室了，对不对？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快要解封了，真的是很开心。我们下礼拜就有机会可以一起回来这边，跟我们的同学、跟老师一起来听故事，一起来玩游戏。真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对，改由我雅婷老师来跟大家说故事。我们知道我们疫情快结束了，我们这个有关疫情的故事，今天也要来做结束。那我们今天呢，在故事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替别人祷告过呢？还有你有没有替讨厌你的人祷告过呢？好，没关系，你先放在心里。那我们在听完故事之后，我们再来想。好，今天的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个摩西啦，他们终于带着60万人的这个以色列人来走着，在这个他们漂流旷野之后，终于来到这个最靠近迦南地前的巴兰的旷野这个地方。来到这里呢，之前其实也经历过很多的每次的怀疑摩西啦，或是怀疑上帝一下子怀疑说我们过不了红海啦，后面有追兵啦，一下怀疑说要把我们带来这边渴死没有水喝要不然就是要饿死我们啦，这里都没东西吃这些以色列人非常的不乖他们呢每次就一直在抱怨，那上帝真的也是一直忍耐他们，然后最后终于来到了这个迦南地，已经快看到了。上帝知道说，这些人对上帝好像还是很没信心或者说好像也许有信心，但是却不太愿意听话。所以呢，耶和华呢就主动跟这些以色列人说，好他就先跟摩西讲了你呢可以跟他们说，我当初要给你们那个迦南地有多么的美，你可以每一组派一个组长去窥探看我有没有说谎这个我给你们的保证，我给你们的应许，你就今天可以派这些人，这12个组里面每个人都派一个领导者，然后他们一起先去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像我跟你们说的有那么好为什么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呢？那你比埃及还要好啦那摩西就照这样子去把这12组的组长聚集起来，然后跟他们说，上帝有派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去看看那个地方呢到底是住在里面的人是很强壮的，还是比较弱比较好攻的到底多还是少那个地方呢住的人是好是坏，那边呢他们的发展有没有很厉害是都搭帐篷的很简单的简陋的，还是已经很会盖城墙又盖得很坚固的还是他们那个地方呢土地到底是不是真的很肥美可以种很多以后可以供我们吃的食物还是其实是很贫瘠很糟糕的地方，还是尤其那地方有没有很多树所以呢你们这些探子你们就要放胆进去把那地方，而且呢为了证明你们有去，所以呢再带个果子回来来当做证据。那个时候呢刚好是葡萄差不多刚成熟的时候所以当然意思就是说你要至少带个葡萄回来这12个探子就过去了好，那他们去呢就从这个迦南地的最北端的这个利河那边，然后一直到最北端整个给他走透了那个地方不算小所以他们走了40天才终于回来了然后回来之后他们也果真去把一大串的葡萄那个葡萄有多大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葡萄，整串是一手就拿起来啦那可是呢他们那个葡萄是怎样结了一枝之后呢是要用一个木棍，然后2个人这样抬回来的所以可以想象那个葡萄有多大是不是可见那个葡萄真的在那边的农产真的很棒所以呢当那些人回来之后他们就来聚集了所有的会众，跟摩西还有亚伦跟大家报告他们去窥探之后的结果。那窥探之后呢他们就讲我们看过那个地方，那里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这个葡萄就是我们在那边摘回来的，真的很漂亮但是那里的人很强壮很高大而且呢他们的城墙也盖得很坚固，又盖得很宽很大
哇，我们看到那里有很多种族人呢，有什么亚纳族啦，有亚玛力人啊，还有这个赫人啊、耶布斯人，哇，住了好多族群哦，而且都非常的强大呢。那嘉乐在旁边刚好有听到哈，嘉乐也是其中之一个哈，也是去窥探的人，那他就听到这个探子，这些探子怎么这样讲，好像会吓到他们的，所以他就马上起来安慰大家说，大家我们现在赶快去吧，那个地方你看葡萄就长得这么漂亮，其他东西一定长得更好，我们赶快去一定可以得胜的。那可是呢，当中的一个探子呢又起来讲了，因为他们总共有12个嘛，其他10个里面就有一个叫上来说，我们不能去啊，那里的人民比我们强大，而且他们很像巨人一样啊，这个他们看我们就好像蚱蜢啊，我们就像蚱蜢啊，那我们看他们根本就是伟人，可能随便一脚就把我们踩死了，所以不要去啊，那个太可怕了然后这些会众一听到这些探子这样回应大家就开始吓到，然后开始这边哭，然后开始抱怨说：“哎呀，这个摩西啊，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们干脆死在埃及那边好了啦？还是要我们死在旷野算了？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想要去抢那种地，根本不可能，人家随便就把我们给杀死了。我们的老婆、我们的小孩也会被他们抓去我们回去埃及好不好？大家这么讲，对呀，我们回去埃及好了啦。大家这边就开始这边吵啦这边找计划，想说对啊，那个不能去打仗，那个温系耶所以呢这样好了，摩西不想回去我们另外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好了。这些人他们真的被吓坏了而且非常的不乖。然后这时候呢，另外一个探子约书亚还有那个耶孚尼的儿子刚刚那位迦勒，他们一听到这么多人都那么对上帝没有信心，就很难过，然后就撕裂衣服，就对这些人说：我们所窥探的地方真的是极美之地。然后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如果我们都听他的话，他一定会帮我们的。他当初就跟我们说，要给我们那个最美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去窥探的真的是这样子啊，就像耶和华讲的没有错啊，所以我们尽可以有信心的去那只是重点，我们不能背叛耶和华我们也不要怕那个地方的居民因为他们才是我们的食物而且呢，必应他们的那些什么神早就不见了，都被吓坏了那只要是耶和华跟我们同在我们不用怕他们，真的不要害怕。可这些会众一听，没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就说约书亚跟迦勒他们乱讲话，拿石头打死他们。哇，这个大家这么吵着说要打死约书亚的时候呢，忽然天上有荣光出现，耶和华出来了。耶和华实在是看不下去，你这些人在干什么？耶和华就出现，然后众人都看到耶和华。好，耶和华先说了，就对摩西说：“这些百姓藐视我，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在他们中间已经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在埃及有10灾，然后还可以过红海，然后在沙漠地方。”你们根本不用挖溪河就有水可以喝，你不用努力就有这个玛拿可以吃，然后有鹌鹑自己跑到你家门口来让你吃，哇，这么多的神迹，你们还不相信？到底要到什么时候？被气死了然后这样，我决定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那个摩西，我要让这些不相信的全部都杀死，让你的国只有摩西跟这个约书亚跟迦勒，你们的要成为大国。比他们都还要强盛。这个时候，摩西呢，他很紧张。他虽然刚刚是被这些人民攻击，可他没有生气。然后听到上帝这样上帝突然出现，又讲了这么生气的话，他是想赶快祷告，赶快替这些民祷告，要不然这些人可能都会死掉。所以呢，他就说：“哎呀，埃及人其实他们一定早就知道你把我们带出来，然后你又施展很多的大能，把他们这样子平平安安的一路的这样，白天有云柱，晚上
有火柱来引导我们。在那个年代，马路不发达，根本也没有什么十字路口，什么指标，任何指标都没有，我们还是可以这样顺利平安的走到这个迦南地前面。哇，你这种大能，其实周边的各族早就听到，但是如果你现在把他们杀了，对你来说真的很简单啊，就好像杀一个人一样而已。可是呢，你的名声可能会传到其他邦去，他们可能会说啊，你们的耶和华哦，你看啊，就是因为没办法把你们带进他想给你们的迦南地，然后就干脆把你们杀了。这种神真是，所以我们呢、这个主啊，耶和华，你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子啊！而且你不是也跟我们说过吗？你是不轻易发怒，你是满有丰盛慈爱，而且你会赦免我们的罪过跟罪孽过犯的。那你也不，但是我们知道你并不是黑白不分的你一样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如果有犯罪的，你也是会处罚那甚至呢，至父及子，直到3、4代。但所以呢，主这个耶和华，求主你照你的大慈爱，就赦免了这些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前在埃及地那个地方，一路以来到现在，你也原谅他们好几次了，要照常赦免他们了。拜托主这样。这个耶和华一听呢，讲得很有道理。我是本来就是很有慈爱的嘛，我怎么已经忍这么多次了？好啦，就不差这一次了。不过呢，基本上因为他已经显现了，所以其实有人做错了总是要处罚。所以呢，他就说啦，耶和华就说好，我就照着我的话赦免他们。那些看到他的人本来都该死的，他们不用死。但是呢，那些造成大家错误想法的，这10个探子，那10个不相信的探子要受处分。所以他就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这个遍地仍然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只要你们愿意听我的话，该怎么去进攻迦南地，我的名一样会被传在遍地上。那这些人虽然看到我的荣耀，照理说是要死，但是呢，现在你们不会马上死，但是呢，你们没办法看到我之前答应要给你们祖先的那个应许之地，只要是20岁以上的藐视我的，一个也看不见，除了信靠我的仆人迦勒，因为他特别有信心，他很刚强壮胆。他知道我一定会带他去，所以我就要让他进去，然后他的后裔呢，也可以在迦南地得地为业。那我还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因为呢，亚玛力人跟迦南人他们已经在山谷中了。这一群人，你们现在还不是对手，所以你们先回去。所以你看这个上帝虽然本来很生气，但是被这个摩西这样一求情一带导之后，他也。真的，他本来就很慈爱，所以再加上我们跟他祷告，他更是把他的本性都显现出来，他就是爱我们呐。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进去那美好的这个迦南地，所以他现在不但原谅了那一些要反抗的会众，而且呢，他已经跟我们讲了已经给我们一个暗示说，明天不是打仗的时间这个要进迦南地要看时间的那明天先不要这个因为那边有两组比较强的敌人，我们先等一下上帝会给你最佳的时机点。好，那耶和华最后也跟摩西还有亚伦说但是你要跟这些人讲跟那一些在场这边说，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些话就是耶和华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那以色列人对耶和华发的怨言上帝是听得到的你发怨言他都听得到所以当然他也会生气那你们告诉他们，你们的尸首必定要倒在旷野，你们是进不了迦南地的。虽然不会马上死，但是你们就没办法得到那应许之地，因为你们太没信心了只有这个耶孚尼的儿子迦勒跟嫩的儿子约书亚，他们才能进去，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能够虽然看到敌人看起来很高强虽然他们的城墙看起来就是很可怕，但是只要对我有信心，我一定会带你们进去。
然后，刚刚你们在怀疑说，我们这样去打仗啊，那些人那么厉害，会不会把我们的老婆小孩给抓走啦？告诉你们，你们这些男人进不去哈，你们的老婆小孩，我会让他们进去。那他们呢，就可以在那边证实说，当初耶和华说要给我们的，就真的给我们。那至于你们呢，你们这些在场的不相信的人，你们必定要倒在旷野上。那你们的儿女，虽然可以进去，但是呢，要在旷野漂流40年啊，就是他们这些探子呢去窥探的那40天，一天抵1年啊。这40天本来应该是，越看越开心，越看越满意哦，这地方太棒了，越看越有信心。可是你们却刚好相反，越看越没信心。所以呢，你们就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处罚。耶和华就让摩西知道说，那10个报恶言的、报恶信的、不相信的这种讯息给会众的那10个探子，都要遭到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只有谁呢？还记得名字吗？好，嫩的儿子约书亚，好，一个是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只有这2个，他们。即使跟他们再走旷野，再多走40年，他们最后可以进入迦南地，去享受上帝早就告诉他们要他们去进入的那个美好的地方。来，小朋友，你看我们刚刚听了这个耶和华，其实他真的很生气哈。那我们连续这几个礼拜听下来，你可能都会觉得说，上帝好凶哦，怎么我们不听他的话，他就会把我们杀死了，或者是用瘟疫让我们死，真的是这样吗？好，那个你们可以跟爸爸妈妈讨论一下哦。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其实上帝并不是真的那么凶，上帝非常的爱我们，但是他每次对我们的一些交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听？有没有真的去做他喜欢我们做的事情？他明明已经提醒我们了，警告我们了，可是我们还是做自己想做的。好，就好像你们在学校啊，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说，上课要安静啊？讲了好几次了，你上课还是拼命跟旁边的同学讲话，讲了1次、2次、3次，从1年级讲到6年级，你是不是那个可以自己注意到说，对啊，老师说上课要安静，仔细听，不要自己这边玩自己的东西，或是甚至在私底下跟同学吵架之类的啊？那对你有没有是那一个愿意听话的孩子呢？或者说，爸爸妈妈说，这个过马路要怎么样注意小心哦，不要这边，或是在教室的走廊啊，不要这边跑啊跳啊，你是不是嘴巴在老师面前说好等到出去之后，照样开始跟同学跑来跑去了。好，我们是不是常常像这些以色列人这样子，表面上说好也听到了，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可是呢，实际做的却又都不一样，还是照我们自己想的。我出去走了，我就是要跑跑跳跳，我就是要拿着球这边打。他们为什么这样规定我们？有时候其实真的是都是为我们好，希望我们可以平安，希望我们可以上课有好的学习，希望我们在学校玩游戏的时候不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让我们可以更平安，而且更有把一些学校该学的东西好好的学起来。所以爸爸妈妈对我们都有好的期待，老师对我们也是有一些期待跟教导。那我们总是不听的时候怎么办呢？可能我们自己在走廊会摔倒，可能我们成绩就是考不好。所以呢，希望我们可以汲取这个教训，我们真的听到了，我们真的学到了，我们就要去遵守，这对我们都是有好处，我们才能够像这个约书亚、像迦勒一样，真的有机会进入到那美好的迦南地。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好，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段疫情时间，我们仍然可以用网络来学习，我们一样可以听到上帝你美好的教导，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听话并且愿意顺从你的话语去生活的好孩子，成为你所喜爱的，成为你愿意带我们进入那美好的迦南美地的孩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属于你。好，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大家仍然一起奉献，我们可以把每周
所预备的这一点点的金钱，在疫情结束之后拿来教会，然后跟上帝说，这是我们每一周预备给他的，表示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们也献上我们微薄的心意来谢谢他。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保守台湾的疫情逐渐转好，感谢你看顾所有医护人员的安全，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忍耐，留在家里一起和大人防疫。求你在暑假期间继续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和家人有更好的关系，因为你就是爱。我们献上仅有的一点点钱，愿你喜悦。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亲爱的天父，求你亲自挪去预备施打新冠肺炎疫苗的人心中的不安，保守每一个人平安健康顺利接种疫苗，并在接种后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与恢复。谢谢你赐给我们暑假，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智慧安排，并善用自己每天的时间，引导我们过规律节制而有计划的生活。受到疫情的影响，许多大人的工作安排被打乱，甚至减少收入。求你看顾他们的生活，陪伴每个家庭安然度过每个难关。小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章16节。